影說：孫康沒錢買燈油，晚上不能看書，只能早些睡覺。他覺得晚上這樣過非常可惜。一天晚上，他從睡夢中醒來，發現窗縫裏透進一絲光亮，原來是大雪映出來的光，可以利用它來看書。於是他倦意頓失，立即穿好衣服，來到屋外看書。孫康不顧寒冷，手腳凍僵了，就起身跑一跑，和搓搓雙手。自此以後，每逢有雪的晚上，他就孜孜不倦地讀書。這種苦學的精神使他的學業突飛猛進。他做了一個大官，他做過城陽太守，